香港柳牌鈔票中字收藏科普，地圖鈔、打面胎、金龍鈔與錯體幣、檢樓全攻略。屋企有舊銀紙、舊硬幣，千祈唔好抌好多香港人清理長輩遺物、整理抽屜，隨手抌掉嘅舊港幣、舊郵票、舊藏品，隨時係價值幾萬蚊嘅隱形寶藏。90%家庭都藏住呢啲被忽略嘅絕版藏品。今日我一次性同大家爆晒所有圈內機密，叫你逐個分辨值錢。舊鈔錯體幣輕鬆執漏，唔使再俾人送價。今集係我哋收藏科普系列第4日91集，而家全力衝刺100萬訂閱目標。睇完覺得有用，即刻 like 訂閱，留個讚，一支持我持續輸出香港本土收藏乾貨。想知自己屋企藏唔藏寶，想學正宗錢幣收藏技巧，務必睇到最後。片尾仲會教大家一個零成本執漏秘技，輕鬆用平價收復天價舊鈔。香港舊鈔收藏絕對避唔開香港近代金融史上3大發鈔銀行。呢3間銀行搭建起現代港幣嘅發行體系，亦誕生咗無數收藏界公認嘅頂級經典鈔款。好多新手淨係識匯豐渣打。呢2間主流銀行對曾經叱咤風雲，而家徹底退出發鈔舞台嘅有利銀行一無所知。但恰恰係呢間淡出大眾視野嘅老牌銀行，佢遺留落嚟嘅舊鈔係而家收藏市場溢價最高、存量最稀缺嘅寶藏級別藏品。有利銀行英文名叫 Mercantile Bank， 係香港開埠初期極具代表性嘅英資銀行，亦係香港金融發展史上面不可或缺嘅核心角色。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渣打銀行齊名，組成香港早期3大法定發鈔銀行格局，深深影響住100年以嚟嘅港幣發展軌跡。好多人唔知有利銀行並唔係香港本土誕生嘅機構，佢嘅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嘅印度孟買。1853年由英印商人聯手創立，最初定名孟買匯利銀行，主打歐亞跨境匯兌生意，係當時英屬東南亞地區最核心嘅跨境增融機構之一。依託大英帝國龐大嘅貿易版圖，呢間銀行極速擴張業務版圖。1854年率先集上海開設辦事處，佈局內地市場之後，睇準香港開埠之後嘅貿易紅利。1857年正式喺香港開設分行，同時調整業務定位，更改名稱，成為銜接印度倫敦同中國3地嘅專業匯理銀行，就此紮根香港金融市場，獨駐香港。短短1年之後，有利銀行就攞到港府頒發嘅發鈔資格，成為香港繼匯豐之後第2間可以合法發行港幣嘅銀行，開啟咗長達100年嘅港幣發行歷史。梳理有利銀行嘅發鈔歷史，能夠清晰睇到香港近代金融體系嘅迭代同變遷。由1859年開始，有利銀行正式向香港市面流通自家發行嘅紙幣，憑住穩定嘅幣值同廣泛嘅商貿流通場景，好快就成為當時香港貿易交易嘅主流貨幣之一。不過佢嘅發鈔之路並唔一帆風順。1893年銀行內部進行大規模股權重組同業務整改，受架構變動影響，港府暫時收回佢嘅發鈔權限。呢次都係有利銀行史上第一次暫停發鈔。好多收藏新手好容易搞亂時間線，呢度同大家專業糾正，有利銀行並唔係從此永久停發鈔票。1982年，銀行完成全面重做，業務重回穩定之後，再度成功獲批，恢復發鈔資格，繼續承擔港幣發行工作，服務香港市場數十年。對比匯豐渣打至今仍然持續發鈔嘅忽簡離成，有利銀行嘅落寞顯得十分突然。亦正因為咁，佢留存落嚟嘅鈔票藏品稀缺度被無限放大。1959年係有利銀行命運嘅關鍵轉折點，深耕香港市場足足100年嘅有利銀行正式被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全資收購，成為匯豐旗下嘅全資附屬機構。好多人以為被收購之後就即刻停發鈔票，其實完全唔係。收購完成之後，有利銀行依然保留獨立嘅紙幣發行體系，獨時嘅依斯定之自串大促依就黐時人有利銀行正式全面終止紙幣發行業務，後續所有經用業務及附資養同絲層分系全屬並入匯豐現行提示，依咗黐現港府增絲花運撤銷有利銀行嘅法定發鈔資質，徹底終結咗呢間100年銀行嘅發鈔歷史。自此，香港傳統3大發鈔銀行格局被打破，形成而家匯豐渣打中銀香港3足鼎立嘅全新發鈔體系。香港錢幣收藏圈有一個專屬行內術語叫有利地圖，新手千祈唔好望文生義。呢個絕對唔係普通導航地圖、航海地圖，專指有利銀行喺上世紀60至70年代發行嘅100蚊面額紙幣，亦係有利銀行退市，
之前最經典、最具代表性嘅收官鈔品。呢款紙幣設計充滿時代特色，正面用水彩手繪工藝精細，印製咗當年完整嘅香港全域地圖，清晰標注維多利亞港、中環、尖沙咀等核心區域嘅原始地貌同城市風貌，係記錄香港城市版圖、港口變遷嘅珍貴實物史料。唐鄧幣現攝嘅蟬板幣，之先直別地由呢一行英文縮寫，便事先直構，行內人依人都可以分辨。之所以由呢啲圖籌能夠成為收藏者應通學嘅核心原因，就係極致嘅稀缺性同無可替代嘅歷史價值。根據錢幣收藏行業權威數據統計，有利銀行百年發鈔史入面，市面流通佔比一直好低。1:1至1941年期間，佢發行嘅紙幣只佔全港港幣總量嘅0.5。就算戰後業務復甦，1946至1974年嘅流通佔比都只係維持喺5重左右。發行量本身就遠遠少過匯豐同渣打，再加銀行退市之後，大量舊鈔被官方統一回收，集中銷毀，民間留存品相完整嘅鈔品寥寥無幾。更重要嘅係，呢款地圖鈔係有利銀行最後一款絕版鈔票，承載住香港老牌英資銀行嘅落寞歷史，同時兼具金融史料價值同城市人民記憶，收藏底蘊十足。講市場升值潛力，呢款舊鈔絕對係普通市民最容易執漏嘅寶藏藏品。根據香港本土收藏市場最新成交數據，有輕微使用痕跡。普通流通品上嘅1973年有利銀行100蚊地圖鈔，而家市場回收價穩定喺1攤至2餐蚊港幣。如果係保存完好、冇折痕、冇發黃、冇污跡嘅直版全新品相，單價直接突破1000蚊港幣，對比原本100蚊面值升值足足10倍。而一啲特殊號碼、手法批次嘅稀缺版本，佢專業錢幣拍賣會上面，保守估價隨時突破10萬蚊港幣，升值空間遠遠碾壓普通理財產盤同常規紀念鈔。好多人唔知屋企長輩留存嘅舊港幣入面，隨時就藏住呢款天價舊鈔。所以我成日強調，大家一定要自查屋企舊藏品，千祈唔好賤賣，糟蹋咗無價寶藏。講完有利銀行絕版地圖鈔，就一定要講匯豐銀行兩款封神級老鈔藏品，喺香港收藏圈熱度幾十年不減，好多資深藏家鑽研多年都未必儲齊完美品相。第一款係收藏圈俗稱老匯大牛、大飛牛嘅經典匯豐舊鈔，另一款極具特色就係老匯一輩藏家口中嘅大棉胎。好多新手第一次聽呢個名都一頭霧水。其實呢個係1927年至1959年期間，匯豐銀行發行嘅500蚊面額舊鈔專屬昵稱，係圈內公認嘅經典老鈔。呢款匯豐500蚊舊鈔之所以被叫大棉胎，核心就係佢超大尺寸同獨特紙質質感。對比而家流通嘅港幣，呢張老鈔絕對係巨無霸級別，實測尺寸敵27連乜鹽巴面油，面積比標準 A 紙仲要大一圈，揾喺手上厚重感十足。而且佢採用近代好少見嘅加厚進口專用鈔紙，紙質緊實厚實，韌性超強，在磨程度遠遠高過現代紙幣，觸感綿軟紮實，同而家輕薄嘅鈔票形成鮮明對比。老一輩藏家憑住佢嘅尺寸同手感生動，將佢命名為大棉胎，呢個叫法一路沿用至今，成為行內統一稱呼。除咗獨特尺寸同質感，呢款大棉胎嘅收藏價值，同香港金融史上一位傳奇人物深度綁定。湯馬士傑克遜爵士 Sir Thomas Jackson First Baronet 曾可以毫不誇張咁講，佢冇，佢就冇現代匯豐嘅行業地位，亦都冇早期穩定嘅港幣金融體系。業界一致將佢譽為匯豐銀行史上最出色行長。經常去中環皇后像廣場嘅朋友一定見過，廣場中央矗立嘅西裝長袍銅像，唔係英國皇室君主，亦都唔係歷任港督，正係呢位奠定香港金融根基嘅傳奇人物，足以證明佢喺香港近代金融史嘅崇高地位。傑克遜爵士執掌匯豐足足25年，任期由1856年去到1902年，剛好係香港開埠之後金融動盪、貿易格局劇變嘅關鍵時期。喺佢掌權嘅20幾年入面，全球多次爆發區域性金融風暴，東南亞、東亞多個國家金融體系瀕臨崩潰，香港市場亦多次遭遇匯率劇烈波動、資金大量外流嘅危機。但傑克遜憑住超強嘅風險控制能力同前瞻佈局思維，一次又一次帶領匯豐穩住局勢，成功抵禦多輪金融災難。同時，佢積極擴張匯豐業務版圖，將原本局限香港本土嘅金融生意拓展到全亞洲同歐洲核心貿易城市，
令匯豐由一間區域性細行成長為世界級國際化金融機構。更加重要嘅係，傑克遜爵士主動配合港府金融調控政策，針對性穩定港幣匯率，規範貨幣流通秩序，終結咗早期港幣幣值混亂、匯率大起大落嘅亂象，穩固咗香港貨幣信用，為香港日後躋身國際金融中心之列打下堅實基礎。仲因為佢嘅卓越貢獻，1876年至1902年期間發行嘅所有匯豐紙幣，包括各大珍稀大面額鈔品，全部印有佢專屬簽名。T. Jackson 帶原版簽名嘅鈔品，羽毛簽名版本收藏溢價高出3至5倍，係錢幣收藏入面極重要嘅加分項。而家好多資深藏家專門收藏傑克遜簽名版匯豐老鈔，已經成為小眾高端收藏賽道嘅熱門品類。睇完匯豐同有利銀行嘅經典舊鈔，知識禮同大家拆解渣打銀行嘅標誌性藏品，亦即收藏圈大名鼎鼎嘅金龍鈔。渣打作為香港3大發鈔銀行之一，發行嘅鈔票風格辨識度極高，當中鹽濕蚊面額舊鈔人氣最高，話題度最足，皆因佢標誌性嘅巨龍圖案設計。民間同藏家統一叫佢金龍鈔，好多新手誤以為金龍鈔係近代發行嘅紀念鈔。其實完全唔係呢款經典鈔品，喺1979年3月6日就首次發行，係渣打第一款大規模市面流通嘅1000元大面額紙幣。早期版本嘅渣打1000元金龍鈔設計同尺寸都充滿復古質感，原畫版尺寸8 mm 泰式麥幣70，比現行1000元港幣更大更氣派，視覺衝擊力十足。只喺正面核心位置印有一條神態威猛、紋路精細嘅大金盤龍紋，龍身細直飽滿，線條流暢，係近代港幣設計、中美學價值極高嘅作品。紙幣背面複刻咗上世紀70年代中環海濱全景風貌，完整記錄咗當年香港核心商圈嘅城市景觀，兼具收藏價值同城市史料價值。隨著香港城市建設不斷迭代，金融景觀全面更新，呢款留住老中環風貌嘅舊鈔，人文價值同收藏價值一路穩步上漲。好多人收藏渣打金龍鈔只睇品相，卻忽略咗最影響價格嘅核心細節——特殊號碼。呢個就係高端收藏賽道最關鍵嘅溢價邏輯。喺錢幣市場普通流通常規號碼嘅金龍鈔價格常年穩定，但只要係特殊號碼，就即刻翻倍暴漲。首先係首發 AE 開頭冠號作為第一批發行嘅原版鈔品，存量極少，屬原清晰，係高端藏家爭搶嘅剛需藏品。其次係連號、順號、疊號鈔，好似八維、傳統號、888888、6666666、9999999呢啲吉祥趣味號碼，仲有順子號、對稱號、尾號、炮子號等等。品相完好嘅特殊號碼金龍鈔，市場價係普通版本嘅幾十倍，甚至可以單獨登上高端錢幣拍賣會，價值極高。普通家庭流出嘅舊鈔入面，經常可以執到呢類靚號流，呢個都係收藏最大嘅樂趣同價值所在。除咗各類絕版、老版流通鈔，錢幣收藏圈仲有一個議價天花板賽道，就係錯體硬幣，亦係近幾年熱度持續飆升嘅小眾高端收藏品類。好多新手誤會錯體幣係人工偽造、刻意改裝嘅次品，事實恰恰相反。專業定義入面嘅錯體硬幣 （Mint Terrace） 係指官方鑄幣廠標準化生產過程中，因為機器故障、模具老化磨損、人工操作疏忽、金屬披料缺陷等客觀工業問題，生產出嚟不符合官方設計標準、圖案標準、尺寸標準嘅非常規硬幣。大家可以放心，官方鑄幣廠擁有極嚴格嘅品控篩查機制。所有生產出嚟嘅錯體幣都會喺出廠前經過機器人工雙重攔截、統一回收銷毀，絕對唔會允許瑕疵品批量流入市面。正因為嚴苛嘅品控成功流出市面，進入民間流通嘅錯體硬幣數量極其稀少，質缺度直接拉滿。再加每一枚錯體幣都係獨一無二嘅工藝瑕疵，冇任何兩枚完全一樣，孤品屬性極強。收藏價值同升值潛力遠遠高過普通流通紀念幣同常規舊鈔。近年小眾收藏賽道興起，錯體幣市場關注度持續攀升，年年漲價，成為好多專業投資者嘅重點佈局品類。第一種係偏心錯體 （off-center），最常見、辨識度最高嘅錯體幣，成因係金屬批餅送入鑄幣模具時機器定位偏差，批餅擺放移位模具下壓，冇辦法完整覆蓋批餅，導致硬幣正反面圖案整體偏移不對稱，局部留白或偏移幅度了白或冇圖案，偏移幅度越大，同品等級越高食忌。精美偏心屬於普通品相，
打伏偏心就係頂級稀缺高價值藏品，對一種係覆打錯體 （double strike），屬於中高端錯體品類，執漏難度較高。鑄幣機器標準流程係單次沖壓成型自動脫模彈出，而覆打幣嘅出現，就係硬幣第一次沖壓成型之後脫模機器故障，硬幣冇及時彈出模具，機器二次下壓撞擊，令同一枚硬幣被模具重複沖壓，形成雙層重疊圖案紋路錯位嘅效果。部分稀缺藏品仲會出現三次沖壓、多層紋路重疊、品相完整嘅多次覆打幣，市場議價極高，係高端藏家重點追捧嘅對象。大家自查嘅時候，重點留意硬幣紋路有冇雙層錯位重疊痕跡，就可以快速分辨覆打錯體幣。第三種係缺肉胚餅缺陷錯體 （Clipped Planchet），呢類錯體幣辨識度極高，幾乎唔會暗品硬幣生產第一步切割金屬板材，只是會將整塊金屬板材之砌，才生標準圓形胚餅。正常胚片尖軟規整尺寸同一，如果切割式被高裝板材擺放重疊，兜住定位偏差，會切出邊緣殘缺、局部缺損嘅胚餅。後續沖壓成型之後，硬幣會出現明顯缺口、缺角邊緣凹陷，行內俗稱缺肉。呢類錯體屬於原材料階段嘅工藝瑕疵，出廠篩查好容易遺漏，存量相對多啲。但原廠出品冇磕碰磨損嘅完整缺肉幣，依然具備極高收藏價值。第四種係背翼錯體 （Rotated Die），屬於小眾高端錯體幣，升值潛力極大。成因係鑄幣模具固定螺絲鬆動，模具旋轉偏移，原本正反面垂直對齊嘅模具角度錯亂。沖壓成型之後，硬幣正面同背面圖案角錯位無法對齊，價值隨錯位角度變化極大。7度以內，輕微背翼屬於普通錯體；90度動輒80度大幅背翼就係頂級稀缺藏品，單枚市價隨時過數萬蚊港幣，係錯體幣賽道嘅黑馬品類。好多新手容易忽略呢個細節，註冊入入幣時對齊正反面觀察圖案角度，一旦發現錯位，好大機會就係高價背翼錯體幣。最後一種係肉打漏字錯體 （Weak Strike），對人幣性最高、最容易被忽略嘅錯體幣。呢類錯體冇明顯尺寸角度缺陷，核心問題係圖案紋路殘缺、字體模糊。成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鑄幣機器沖壓壓力不足，冇辦法將模具精細紋路字體完整壓印喺皮餅上面；二係模具長期稍為積累大量油污粉塵，堵塞咗紋路細節，導致沖壓之後圖案局部空白、字體殘缺、紋路模糊。好多人會誤以為係流通磨損造成嘅模糊，但原廠弱打幣嘅模糊痕跡均勻規整，冇流通磕碰劃痕，同後天磨損有本質區別，需要少少鑑定經驗先可以精準區分。好多收藏新手都有一個誤區，以為錢幣收藏靠運氣、靠天賦，其實真正嘅專業收藏穩定執漏，靠嘅係系統知識同行業經驗。太多人屋企藏住價值數萬蚊嘅絕版舊鈔錯體硬幣，就係因為唔識專業知識。當普通垃圾抌或者幾百蚊低價賣俾商家，白白錯失暴富機會。為咗幫更多普通人從零入門收藏，精準識別高值藏品，掌握市場變現邏輯，我哋專門開設咗專業收藏家會員體系。加入我哋專業收藏家會員，唔單止可以免費獲取全套錢幣收藏科普課程、錯體幣鑑定技巧、舊鈔品商分級標準、實時市場行情等獨家乾貨，每個月仲可以領取價值1000蚊港幣嘅專屬收藏福利禮包，包含專業藏品保存工具、鑑定手冊、行情手冊等實物資。同時，會員享有專屬1對1答疑服務，同無論係藏品鑑定、行情資訊變現渠道、對資定係收藏投資規劃，都可以得到專業指導，幫你快速避開收藏誤區，建立穩正收藏認知，由新手結束正知為專業藏家。呢度同大家分享一個圈內冷門收藏思路，亦係而家極具潛力嘅小眾投資風口。好多人只追捧全新完美品相嘅舊鈔同頂級錯體幣，忽略咗特殊年份、時代流通痕跡嘅高潛力組合藏品。而家收藏市場入面全新品相藏品價格已經趨於穩定，升值空間放緩。但一啲年份稀缺、存量極少、保存中上帶有獨特時代流通痕跡嘅舊鈔，目前價格仲喺低位，未來升值潛力巨大。好似有利銀行70年代流通版地圖鈔、渣打早期細尺寸、金龍鈔帶傑克遜簽名嘅匯豐老鈔，呢類藏品雖然唔係全新品醒索，但年份稀缺，市面存量逐年減少。隨住高端藏家越嚟越多，未來一定會大幅漲價，係普通人低成本入局收藏投資嘅最佳選擇。
除此之外，跨品類懷舊藏品嘅收藏價值都喺持續崛起，收藏賽道早已唔局限錢幣郵票。近年復古文化大熱造作，意思定址流私交唱片、正電 CD 主辦動畫、手夾展演名照等小眾贈品市場熱度持續飆升，甚至受到元秋傳同前別收藏。雖然大眾對呢類藏品嘅鑑定標準，市場行情幾乎零認知，大量高值小眾藏品被低價流轉，呢個就係當下最大嘅執漏風口。我哋團隊長期深耕全品類懷舊藏品回收，各類小眾藏品一律交價現金收購，無論主流藏品定冷門舊貨，都俾出市場公道高價交易，全程透明靠譜。睇到呢度提，相信大家已經徹底搞清楚香港老牌鈔票錯體硬幣、小眾懷舊藏品嘅收藏邏輯、執漏技巧同市場價值。其實收藏從來都唔係高端圈層嘅專屬遊戲。每一個普通香港家庭都可能藏住時代遺留嘅無價寶藏，關鍵就在於你識唔識分辨，識唔識珍惜，識唔識把握市場風口。大家隨手擺喺抽屜角落嘅老舊藏品，承載住香港百年金融變遷、城市迭代發展嘅珍貴記憶，既有極高嘅經濟價值，更有獨一無二嘅人文價值。純乾貨收藏科普，全程冇廢話，句句都係實戰經驗。覺得呢條片有用，即刻點讚、like、訂閱、收藏、轉發。幫我哋頻道衝刺100萬訂閱目標，未加入會員嘅朋友，即刻點擊下方加入專業收藏家會員，每月領取1000元專屬福利，幫你系統學收藏、精準執漏、理性投資，玩轉小眾收藏賽道。大家有任何藏品疑問，想免費估價鑑定，一律喺評論區留言，我會逐一點答回覆。記住訂閱關注，開埋小鈴鐺，等下期繼續同大家拆解更多冷門天價藏品執漏秘技，帶你哋唔斷進階收藏致富。